首先咧就多謝馬董先生啦，亦多謝自在社，亦多謝華山兄。咁我咧就寫嗰篇嘢咧就叫做《牙牙樹生篇》。咁今日我咧就想濃縮啲，就作咗首新詩，大家分享下。今朝咧我就去氣功義教，教咗好多年噶啦，10幾年，跟住就氣功義診，做咗2件事，第3件事就嚟呢度，咁都同大家分享。重新好似細路仔咁牙牙學語，剛才好多前輩好多老友記，其實佢哋嘅輝煌嘅人生咧，可能就值得我去參考，值得大家都一齊參考，為呢個生命繼續努力。好，我就讀呢個《牙牙樹生篇》之詩意盎然，遙賦妙果。黃昏的晚霞最艷麗，人生一段抑揚頓挫的韻律漸趨平和。廿字天梯的路途雖然險阻重重，知道恒心賦予我初心的願力，曲已成直卻令茅塞頓開，浸潤在中華文化當中，讓清泉潺潺不斷。中西文明嘅融合讓我自信挺立，公益講座使我繼續漫步前路，餘暉照在身上，成為錦繡衣帽，嬉戲療癒廣施眾生。指掌之間的大道是人生的意義，德善的花朵纍纍掛滿枝椏，色調柔和斑斕開遍庭園每個角落，閒坐在大樹下讀着聖理仁義的經典，智慧的果實青蔥翠綠，是妙花妙果，成熟的力量飄逸着馥郁香甜，而放射着種子，子子散播千秋萬載。旁邊的樹芽剛剛冒出地面，感恩天地君親師嘅悲音護持，蓮花馨香，氣道一通。多謝大家。潘兄，你玉樹臨風，似一個五體投地、甘拜下風、醍醐灌頂、畢生受惠。俾熱烈掌聲！妙讚妙讚妙讚！華山兄係我嘅偶像嚟㗎。嗱，我要講潘生嗱，我哋好有福氣，佢係一個真係氣功大師、國學大師，喺中學佢出咗唔知幾十本、幾百本書，喺無數國際論壇演講，係弘揚中國文化，發表好多論文喺中國文化300幾篇，300幾篇堅㗎，好多國際論壇，仲要喺好多氣功上邊咧，佢教咗幾十年，好多時係義務地教。所以我哋嘅社會有好多有心人、善心人。今年70歲，仲係咁中氣十足，俾啲掌聲！潘樹仁先生 Abraham， 嗱呢條片咧，呢首詩咧係要翻去睇100次嘅。咁我哋翻去咧就會喺個 YouTube 頻道再 po 出嚟啊！又到時有個比賽啊，邊個能夠最快練出嚟咧，就會送個獎。有獎品係嘛？好，都係你嘅，冇問題。你俾個診俾佢，可以掌聲。好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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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多謝，好精彩，好精彩。